来乡亲啊，伫要过年咯，一寡海产拢起价。农业部上新的资料，这个白鲳为今年初1公斤210块，一路起到担已经起到900块，是起将近700块。啊，这个白虾甲透抽，短无到3礼拜，每公斤嘛起得要50块咯。 年会吹落去，一块一块石斑鱼开要去鼎内底炖，Q 底底大只明虾，淡透个酱料，佮用花椰菜含柑仔蜜来排水。叫要甲面变大只白鲳，规尾落油鼎煎甲皮皮白白，滋味介香。伫要过年啊，年菜料理袂当落错。不过海鲜的介绍煞酷酷的起价，根据农业部资料，白鲳为今年初10公斤200起到要900块钱，白虾含透抽虽然起无济。 不过无到3礼拜，10公斤嘛起要50块。看起来是一样的价格哦。就离过年还有一段时间了哈。还有对。最美满的海产鱼虾，互人看甲目睭花。实际来讲，传统吃虾海产介绍无讲真贵，不过面对介绍较贵鱼虾，头家来教你安怎啃。所以外形其实跟北秋拢几乎一模一样。对，啊，它的尾巴。 哦，看它的尾巴。泡开冰箱，紧啊啃。除了到传统市场买新鲜鱼虾，毛真侪民众会去鱼会买。白鲳每年到过年前1个月，大概价格它都会涨一点的。像这种1斤多一点的1斤的，它是市面上销售最好的。今年最抢手的是6斤白鲳，1斤多的白鲳。 安怎啃，安怎买，才会烧个大尾。民众都爱家己做，才袂开钱开甲对心肝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